行政院今仔日通过草案，要来成立国家语言发展中心，推动弱势语言的传承和发展。就母语团体指出，接落来要继续来关注语发中心分配到偌济资源，抑佫有变怎来行动。 优先推动面临传承危机的一个国家语言的传承、复振跟发展。台语、客语这母语的传承危机已经无法度过等待，而且行政院的记者会宣布，通过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草案，会以行政法人的方式成立语发中心，改善台湾济当咧面临流失、短暂归基的语言。整体的业务上的推动呢，我们要推动的是语言的一个调查跟出版。 同时，在语料的史料的一个收集跟研究，也必须要去着力。同时在，这个书写系统、拼音，还有未来的一个数位上的一个应用的推动，也是我们这个语发中心的一个重要任务。文化部表示，希望这个中心会使加做各部会推动母语相关工作的基础甲智库。母语团体指出，成立语发中心已经拖真久啊。虽然推出草案是好消息，但是接落来也要关注中心会使分配到偌济预算甲资源。 咱要用偌济亏来偌济公共资源去抢救有传承危机的国家语言，所以用安尼来想，其实应该会足好去定讲到底这个规模预算爱偌大才有够。过去无做的物件，即马爱做吼，可比讲咱对这个足大量无共专业领域的外来语术、新的语术要安怎用这个国家语言要安怎去应用，要安怎去翻译。 东方会表示，自2019年国家语言发展法施行了后，就规定要规划专职单位推动国家语言。但是现主时相关工作是文化部下卡的一个科咧负责，权力伤过细。行政院表示，语发中心草案落尾会送立法院审议，也指示文化部参各党团协商，望赶紧三读完成立法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